山头土里面这把毒素烤出来。永夏，是你打的吗？妈妈，我没有打过。打过来，打过来。我老早就回来了，我什么时候打你们了？是你打吗？我没有。No。好啦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妈又说了。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你们三个今天在约会，都是都写了什么？在为两根线好好背书。说是背书背的对，却记尿记到退。背书背不好，却记头记脚糟。好，谁写来？谁？妈，我先不要来。好，那你写来。对呀，把书本拿出来。书本还问我？为什么？人家都是书本还问我。书本到哪里去了？书本还问哎，脑子坏。书本老早看着嘞。那你背。唐营门口两只狗跑来跑去，我那妈个大娘舅。你在背什么呀？背诗啊。喂，你来背。好。人就这么背哦。书本呢？书本我。你们两个人书本到哪里去了？书本不老吃他就。那你快背。想到。背呀。为什么？乖乖自己，我见女婿。我爱你亲。先生得了妈给平地。老师这么高哦。妈妈不要生气，两位哥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你来背。你唱谁歌了？妈妈，那第8课了，背吧。高山青松似乎笑，园中落着把头摇。你们等着。等着。你们两个出鸡头鸡脚糟。No，等着喽。我出鸡牛鸡头胎。No，看着喽。妈妈说过的。哎呀，妈来了。老二，来，鸡牛鸡头胎。给我看。来，鸡头胎。永夏，鸡头鸡脚糟。你要好。那你是纪录片。妈妈，做什么？你方才明明说过的。背诗背得对，却鸡牛鸡头退；背诗背不好，却鸡头鸡脚糟。可是永家我背诗背得好，为什么却鸡头鸡脚糟？两位哥哥背诗背不对，却鸡牛鸡头退。我可不是这样子说的呢，我是说背书背的对，背书背的好，却鸡头鸡脚糟；背书背不对，却鸡牛鸡头退。这没办法哦，没办法，谁我哦？谁我？一只鸡有几条腿？一只鸡嘛只有2条腿呀。妈妈有2条腿。打嘞！小畜生呀！
出事。娘，不要叫，嗯，你快你们，今天把手背成这个样子，你以为我就不打了吗？我今天我也要好好的教训你，我要打。那是我上台打不喽？嗯，听着，哎，从明天开始好好的读书。哦，说是再这样子下去，娘就对你们真的不客气，晓得，要打你们的。嗯，俺们娘，跟娘个我报得侬上台的啦，刚好2个五子不能上着了我。哎呦，哎，跟眼多了，读书读了介聪明没用，让我打死了。我吃几头鸡脚早了，2年眼还闻到我几多天了啊！读书冇得嘞，看，课题干嘛去？